沐浴時光對 BB 嚟講係美好嘅體驗，為佢哋提供咗玩樂同嬉戲嘅機會。雖然沐浴時光可以好有趣，但係浴缸係幼兒最常溺水嘅地方之一。20秒鐘同幾公分嘅水深就足以讓幼兒溺水。最重要嘅係，成人必須隨時密切咁看顧兒童。當 BB 喺浴缸裏面，隨時都要喺孩子伸手可及嘅範圍內。請遵循我哋最重要嘅沐浴安全建議，以確保你嘅 BB 喺沐浴時安全。請勿分心。如果你需要離開房間，請務必帶住你嘅孩子一同離開。保持低水位。沐浴後，排空浴缸裏所有嘅水，攞走浴缸塞，並將其放置喺高處，確保孩子拎唔到。水溫唔應該超過38攝氏度，切勿讓兒童獨自留喺浴缸中。即使用咗沐浴盆、墊或由較大嘅兒童照看都唔得。準備好你可能需要嘅物品，譬如毛巾同番梘。應先開冷水，最後關冷水。如需專業嘅水上安全建議，請瀏覽kidsafeweek.com.au。